当初顶呢由安南区本来寮雕形宫的金狮来拍头阵，嘛向前要将这1公顷外由罗里门天佑宫无想提供的土地划划。会中伫国有宫的代表陪同，市长吴伟霆嘛亲临现场祈福加进行动土仪式。估计今年底完工，场面盛大热烈。多谢咱非常感谢天佑宫林主委克服万难，把这3600坪的土地会当提供出来做公园，这是功德无量。希望讲工程顺利，一切圆满，人员出入平安，公园早日就成，会当互大家早日享用到即马刷来未来要来增加一寡游具，增加一寡好。咱这个公园不但有文化的气息，嘛有文化的特色，嘛有这个会当互地方休闲囡仔、大人拢会当佚佗的空间，而且咱会阁继续努力。根据了解，若要开发这座大型公园，依照市府的资源是真困难。不过现在政府甲民间合资1600万要来开发，就来改善原本现地的土地，带动观光休闲环境，帮为发展地方建设模式立下最佳典范。今日新闻，阮是采访报道。